大家好，2026年1月份咧就啱啱就過去咗，淨係呢個1月咧就有幾件大事咧，就想同大家分享下。第一件大事咧，當然係搭巴士就又唔需要帶安全帶啦。咁本人咧返工放工咧都係要坐九巴嘅，由細到大坐巴士咧都唔使扣安全帶咧。突然間話要帶安全帶咧，真係唔習慣，而且條安全帶咧就非常之緊嘅。我帶過一次之後咧，就已經唔再帶啦。好彩咧，政府話立法方面咧就有技術性嘅問題需要暫停。如果唔係咧，民怨啊，政府嘅支持度啊，一定會減低。另一件事就係我哋嘅立法會議員咧，就逆善行使。市民咧對高官咧同埋對議員咧都會有好高嘅期望。而家佢咧就德薄而位尊，德行啊不足，地位啊尊貴。最後一件事咧就南丫4號咧，死因研訊咧就裁決咗咧，就話武裝水密門咧係符合法規嘅。咁呢個法規咧真係要改一改啦。以後咧真係要裝返到水密門。咁啊慎防咧，下一次有海上嘅意外咧，隻船就唔會沉得咁快。講到尾，我哋香港咧，經常都話係國際航運中心，希望法規方面咧就完善一啲。如果喜歡我哋呢個頻道咧，就記得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2月就嚟緊啦，希望大家過一個開開心心嘅農曆新年。拜拜。